平時去旅行我都中意飲飲食食，見到咁吸引嘅菜式，我有時都忍唔住口㗎。高油高鹽嘅菜式好容易令到血壓飆升嘅，有時咧頭脹脹都係好唔舒服㗎。同朋友傾開偈，原來佢都有三高問題喎。平時飲食都好小心嘅，但係去開旅行都好似我咁，見到美食都會忍唔住口。朋友就介紹咗我食呢隻Hitchiki 天然水質素，佢話食咗三高問題改善咗唔少啊。而家我食咗一段時間咧，三高問題都改善咗啊，例如頭暈胸悶咁都好咗好多啊。Hitchiki 天然水質素選用咗中醫藥典記載嘅日本醫質水質，能深入內壁啦，清除血管沉積 ，ATU110 抗凝血功能啦，日本醫質日本製造，值得信賴。配合其他通血成分啦，納豆激酶、白藜蘆醇、三七更加能夠護心護腦。另外仲有8大功效啊！佢能夠預防三高啦，強心護腦啦，軟化血管，改善睡眠，調節絲綢，促進微循環，溶解阻塞，仲有增強免疫力啊！而且仲有醫學文件記載啊，日本醫質水質素有效降低腦風險86%喎。自從身體檢查報告顯示壞指標超標有輕微三高啊，醫生話要加強改善三高啦，以免後患嚴重啊！朋友介紹我每日食呢隻 Hitchiki 天然水質素。我食咗1個月，頭暈、心口痛等等嘅情況已經有改善啦。Hitchiki 天然水質素好適合三高或者嚴重三高、術後以及老後為人士使用嘅。我食咗3個月之後，壞嘅指數就降晒落嚟啦。咁咧報告靚仔翻晒啦。咁以後我就唔使擔心啦。Hitchiki 天然水質素萬寧門市網店同步有售。我嘅觀眾仲可以喺下面嘅描述欄拎埋可以喺萬寧門市減200蚊嘅現金券。